初夫呢個古鎮有齊舊式商店街、神社、運河、美術館，仲有 Outlet 同埋大型商場。無論你係想去食、買、玩，都可以一次過滿足到你嘅要求。而由江山搭 JR 去倉敷，只需要16分鐘。今集我哋會同大家開箱倉敷呢個古鎮，分享倉敷嘅一日遊攻略。我哋係 Aeshiba，Let's start。影片開始之前，記得 CLSS 同埋 follow 埋我哋個 IG。早晨，我哋今日會由江山出發去倉敷。江山嘅住宿、行程同埋美食就可以睇翻我哋呢兩條片。而由江山站搭山陽本線去倉敷，只需要大約16分鐘左右，係幾近噶，亦都係一個好啱一日遊嘅地方。嚟到倉敷，出閘之後會見到主要有兩個出口，分別係南口同埋北口。南口係舊商店街同埋美觀地區嗰邊，而北口就係 Outlet 同埋大型商場。我哋會先去北口，快速行一圈 Outlet 同埋商場。如果你係冇咁多時間嘅話，我哋會建議先去南口嗰邊，因為南口嗰邊嘅美觀地區同埋舊商店街嘅店鋪係比較早收。講返而家去緊嘅北口先，由北口一行出嚟，就會見到一個叫 Ario 嘅商場，而過咗呢個商場就會有3隻 Outlet。我哋會先快速開箱呢個 Ario 商場，由北口行個半圓形嘅天橋就會去到呢個商場。呢個商場分為2層，經天橋行過去嘅話就會去到呢個商場嘅2樓。一行入去商場嘅2樓就會見到 Loft， 呢間 Loft 係幾大間，幾好行噶。佢係一間生活雜貨店，入面有齊文具、美妝產品同埋一啲創意嘅生活小物。響今年夏天推出咗瀨戶內橙金嘅果凍，大家如果見到都可以買嚟試下。而除咗 North， 2樓呢層仲可以重點行100yen店 Daiso、ABC Mart 同埋 Jeans。呢層仲有 Food Court， 入邊會有10幾間餐廳小店。2樓亦都有 Lamco 同埋扭蛋機店等等。之後會落一層去1樓，想買咖啡豆同埋食物手信嘅話，就可以去呢層嘅 Caldi。而1樓可以重點行無印良品、Tutu Anna 同埋 Honeys。由1樓行出去，呢個商場同埋 Outlet 嘅中間有一個幾大嘅戶外休息區域。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話，仲可以經戶外區域行去倉敷未來公園。呢個公園係有幾多啱小朋友玩嘅遊樂設施。而除咗可以經1樓行過去 Outlet， 亦都可以選擇由2樓經天橋行過去 Outlet。而家會同大家快速開箱呢個 Outlet。呢個 Outlet 叫做三井 Outlet 倉敷，佢分為2層，有齊國際同埋日本嘅知名品牌。要留意呢度嘅店鋪多數係收夜晚嘅7點左右，會比官網講嘅收夜晚8點鐘早少少。另外，亦都唔係間間店鋪有得退稅噶，例如2樓嘅 Adidas 同埋 Nike 係冇得退稅噶。詳情可以參考翻 Outlet 嘅官網。如果想要 tax free 嘅話，2樓可以重點行 Montbell 同埋 Levi's。女裝嘅話，仲可以睇埋 Asnoas 同埋 Emoda。男裝嘅話就推介去1樓嘅 United Arrows。而1樓仲可以重點行 Ace， 佢係一個出名嘅日本行李箱牌子。亦都有賣返工嘅電腦背囊。1樓仲可以去行 Beams、Fila 同埋 Coach。正式買嘢之前，記得要先去旁邊嘅綜合案內所，喺呢度出示 passport 就可以拎到實體購物 coupon。同埋，如果會買好多嘢嘅話，都可以開定個 lock 卡。開 lock 卡要100 yen， 而呢100 yen 會喺還 lock 卡嘅時候退返俾你。我哋而家會先行返去倉敷嘅另一邊出口，即係南口嗰邊。啱啱都有講過，南口係舊商店街同埋美觀地區，因為嗰邊嘅鋪頭比較早收，所以我哋而家會同大家行去嗰邊，稍後再繼續開箱3井 Outlet。而由南口行出嚟，轉左直行，再過埋行人天橋，就係舊商店街同埋美觀地區嗰邊。首先會介紹一間位於舊商店街附近嘅茶葉老鋪，佢叫做杏之茶鋪。由南口行過嚟大概需要4分鐘左右。佢係創立於1948年，主打使用舊式烘焙機去炒茶葉。門口位置嘅舊式烘焙機已經有超過70年嘅歷史，所以經過呢間店嘅時候係會聞到有好香嘅茶味。佢嘅茶葉係嚟自宇治，我哋幾中意左手邊嗰包茶葉，飲落係幾清香噶。如果你中意佢嘅茶葉，仲可以去佢嘅網店度再買噶。除咗茶葉，呢度仲有賣 Matcha Latte。Matcha Latte 就可以即刻飲嘅。而呢間茶鋪嘅旁邊係有一間幾出名嘅烏冬連鎖店，佢響倉敷有多間分店，創業超過70幾年。今次開箱嘅呢間店鋪響2026年7月完成裝修，大家嚟嘅時候就會見到個招牌同埋裝修會唔同咗少少。呢間烏冬店響日本美食網 Tabelog 有高達3.59分，網上面講呢度係燒汁部烏冬嘅發源地，而呢度烏冬嘅選擇都幾多，價錢亦都唔貴。今次就叫咗2碗炸海鹵熱湯烏冬，佢嘅烏冬係幾彈牙好食，性價比係幾高價，但未去到好驚豔嘅感覺。如果食完中意佢嘅烏冬，仲可以喺收銀位附近買翻啲烏冬酒。
食完烏冬之後，我哋會去行下舊商店街。舊商店街即係本町通商店街，喺呢條街有唔同嘅商店同埋餐廳。我哋首先會去一間舊式肉鋪，佢嘅位置係比較近亞智神社嘅西參道，就係呢間啊。由啱啱間烏冬店行過嚟，大概需要5分鐘左右。佢喺日本美食網 Tabelog 嘅評分唔算高。呢度有賣唔同類型嘅炸物，定價係幾平噶。除咗炸物，呢度當然有賣肉類啦。我哋今次買咗2塊可樂餅，食落我哋就覺得普通，主要因為佢嘅油益味太重。之後我哋會繼續沿住本町通商店街行，慢慢行去亞智神社西參道。如果中意陶瓷嘅話，可以花少少時間睇下呢間陶比堂，呢度有賣幾多秘前燒。而呢間陶瓷店嘅旁邊仲有賣大判燒嘅小店，佢嘅紅豆大判燒係幾好食噶。再行前少少就係亞智神社嘅西參道，我哋會沿住西參道慢慢行上亞智神社，大約要行5至10分鐘左右。佢係上山路為主，沿途有唔少梯級，亦都會經過墳場先去到亞智神社。行上去嘅時候，簡單介紹一下亞智神社。佢擁有超過1700年嘅歷史，位於倉敷美觀地區嘅鶴形山山頂。入邊嘅主祭神明係中將3女神，分別係多紀利基命、多崎津基命同埋市川島基命。佢哋係負責管理海上交通安全、貿易昌盛、美容健康同埋技藝進步嘅3位女神。而神社範圍入邊有被指定為岡山縣天然紀念物嘅亞枝之藤，佢係一棵紫藤古樹，樹齡估計達到300至500年。每年嘅4月底至到5月初，紫藤花盛開嘅時候，就會形成壯麗嘅粉紫色花布。不過我哋嚟嗰陣就撞唔啱花期，所以就會直接行去亞智神社。而呢度最出名嘅係花前手，佢係以紫藤花為意象手工編織而成嘅御守，有祈求良緣、健康長壽同埋緣分和睦嘅意思。一陣間會再詳細啲介紹。我哋嚟到啦，行埋呢條樓梯上去就係亞智神社，上邊亦都有其他小型神社，一齊行上去望下啦。而由呢條樓梯望返落去，係會見到倉敷美觀地區嘅景觀。而一路直行樓梯落去嘅話，就係神社正門入口嘅位置。呢條路係會快啲噶，但就要一次過行88級樓梯。我哋而家會繼續向上行先。呢度就係啱啱行上嚟嗰個位，旁邊就係繪馬殿。而再過少少，喺正中間位置就係亞智神社嘅主殿。主殿有巨大嘅注連繩，而佢嘅屋頂係用檜木樹皮堆搭而成。呢種日本嘅傳統建築技術叫做檜皮漆，響2024年曾經進行過翻新工程，而佢亦都被指定為倉敷市文化財產。參拜完之後，就可以去旁邊嘅神樂殿同埋社務所。響祭典嘅時候，神樂殿會有傳統嘅舞台表演，直望就係社務所，入邊有賣御守同埋繪馬等等，出邊就有得俾錢抽御神籤。不過要留意，社務所入邊係唔俾影相噶，所以我哋會用神社嘅官網資料同大家介紹。呢度有賣放喺屋企嘅御神札，亦都有賣唔同類型嘅御守同埋繪馬等等。啱啱都有講過，呢度最出名係花前手御守，佢係祈求美好姻緣嘅御守，可以將佢綁喺手或者掛喺袋度，亦都有見過有人當頭飾咁用。佢通常有3隻色，分別有粉紅色、粉紫色同埋淺粉紅色，而喺唔同月份就會有唔同季節嘅限定色。我哋自己最後就買咗粉紫色嘅御守。之後我哋會行返落本町通商店街。倉敷市嘅怡島地區係日本國產牛仔褲嘅發源地，而喺美觀地區嘅本町通商店街同埋倉敷丹寧街都可以買到怡島地區出產嘅牛仔褲。不過買之前記得要睇下佢嘅標籤，有啲係嚟自其他地方嘅。如果你中意行生活雜貨店，就唔好錯過呢間林園十郎商店。佢建築物嘅前身係當地嘅藥材店，店鋪分為3層，1樓同埋2樓有賣食物、服飾同埋文具等等。不過呢2層就唔可以影相同埋拍片。我哋推介買佢嘅紙膠紙，呢度有超多款式可以選擇。而3樓就有咖啡館同埋展望台，再繼續向前行少少就有間服飾店。呢間店鋪嘅衫係使用拼織技術嚟整，再繼續向前行就會有大原美術館、怡島虎次郎紀念館，佢係大原美術館嘅分館，入邊有展出埃及嘅文物同埋小島虎次郎嘅藝術品，館內係禁止影相嘅。行多大約2至3分鐘左右就會有大原美術館，入邊收藏咗大約3000件藝術品，最出名嘅有莫奈嘅睡蓮，館內都係禁止影相嘅。
行咗咁耐，我哋會坐低食少少嘢。今次開箱嘅餐廳叫做有鄰庵，佢係位於一間古民家建築物入邊，係一間主打生雞蛋拌飯嘅日式咖啡店。而佢喺日本美食網 Tabelog 有3.51分，係一個唔錯嘅評分。一齊望下呢度嘅 menu 啦，佢嘅布甸都好出名噶，亦都有賣芝士蛋糕同埋唔同類型嘅飲品。飲品嘅選擇都真係幾多。我哋今次首先叫咗個芝士蛋糕配抹茶，店員係會喺你面前滲糖霜，係幾有儀式感噶。杯抹茶飲落都算香濃，我哋覺得係屬於中上嘅質素。之後會試埋個芝士蛋糕，呢個蛋糕嘅口感係偏挺身，食落唔太甜嘅。另外仲叫咗碗紅豆納鹽，配以熱嘅水蜜桃茶。我哋覺得杯茶嘅水蜜桃味就有啲似藥水味，唔係咁啱我哋口味。之後會試埋碗紅豆納鹽，佢嘅紅豆係煮到好腍，入邊有4粒團子，團子食落係幾煙韌，不過個紅豆湯就有啲太甜。食完嘢之後，我哋會沿住倉敷村行。你亦都可以選擇乘搭舊式遊覽船去遊覽倉敷村。呢個船係需要提早去觀光案內所度預約，成人每位大約係700yen左右。而船同埋附近嘅店鋪都係比較早收。如果大家想玩嘅話，建議大家早啲嚟。之後我哋會行返去Outlet嗰邊，同大家繼續開箱3隻Outlet。因為時間有限，我哋會集中行Outlet嘅2樓。今次會重點開箱幾間運動服飾店鋪。第一間係 New Balance。店鋪進入嘅地方有排減價鞋，減價鞋嘅款式係比較舊，碼數嘅選擇唔算多，但價錢嚟講都算抵玩。而比較新款嘅衫就會有7折。第二間係 Nike， 呢間店鋪係冇 tax fee 噶，不過佢嘅店鋪面積係幾大，啲貨係幾齊款，係幾好行噶。第三間係我哋嘅愛店 Montbell， 呢間嘅店鋪面積都算大，減價嘅產品都係放喺店鋪較入嘅地方。我哋覺得佢啲減價行山鞋係幾抵玩噶，而減價嘅衫就比較舊款嘅，但呢度嘅選擇都算多。最推介買呢款減價嘅爪毛外套，輕身得嚟又保暖。好啦，今集嘅倉敷一日遊攻略就嚟到呢度。想知我哋之後去日本嘅邊度玩，就記得要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我哋係阿 Shiba， 走之前記得要幫手俾個 like 呢條片，同埋 follow 埋我哋個 IG 啊。我哋下集見啦，拜拜。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阿 Shiba， 我哋之後去邊度玩啊？我哋要去一個冇咩人嘅地方試啲新嘢啊！吓，真係邊度啊？